被世界理解真係咁重要咩？重要嘅係，或者唔係被世界理解，而係當你不被理解嘅時候，你有冇勇敢溫柔地企喺自己嗰一邊？皮膚，或者更重要嘅係有人接納更真實嘅自己，而唔係活喺邊個口中所謂嘅覺得。低潮嘅時候，開始學習將標籤慢慢搣落嚟，令傷痕同埋笑紋都可以被看見，以最真實嘅面貌吸引一啲可以理解你嘅人。明嘅人自然就會明，做自己未必每一次都會過關，但係你要知道，你係值得被愛嘅。